迎收看，一同领导7分钟。7分钟，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我们在遇到困难或患难的时候，很希望被关注，并且很希望能够有人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人关心，并且能够有人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并且关心我们的需要，为我们来祷告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为人代祷的事情或是事项。我们看到许多的人，他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或患难的时候，都会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，甚至包括透过祷告也能够改变上帝的心意。虽然许多事情是无法改变的，上帝掌管这世上的一切，但是许多事情能够透过祷告祈求，能够让上帝能够做工作在世界上，并且让上帝的大能能够显在人的当中。所以透过祷告可以使人得帮助。也许我们不能够改变整个世界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心境，改变我们的心态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来跟随上帝，并且了解上帝的心意跟旨意，使我们的心不再动摇，不再这样的一个摇动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来使人得帮助。圣经当中，在创世纪里面，亚伯拉罕，我们上次提过的这一位信心之父，他也曾经为别人祷告。如果各位还有印象，我们曾经提过亚伯拉罕，他有一个侄子叫做罗德。这个罗德住在所多玛跟蛾摩拉的境界里面，所以当上帝要来毁灭这个所多玛跟蛾摩拉的时候，亚伯兰为他的侄子来祷告。所以他看到上帝的使者要来毁灭的时候，像亚伯拉罕迎接这3个上帝的使者，并且接待他们。在他们要离开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毁灭行动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跟上帝的使者在那里交谈，并且跟上帝的使者讨价还价。圣经上提到亚伯拉罕几次来跟上帝讨价还价，希望可以能够拯救罗德的一家人。原本是50个义人，上帝就毁灭这地，后来减到40个到35个，甚至到最后10个人的时候，上帝说如果有10个人，那他也不毁灭这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代祷者，能够挽救别人的生命，能够挽救别人的性命。也许我们不是英雄，也许我们不是超人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祈求，能够来得着跟挽救许多人的性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不但挽救性命，我们也可以让上帝工作在我们的家庭、工作、生活当中，让我们的一切的事情可以在上帝的掌权的当中，并且让许多可能看起来没有办法的事情能够得到改善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凭着信心大胆跟上帝来祈求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怜悯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代祷的能力跟这样代祷的这样的意愿，并且也使我们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，帮助我们能够在困境跟患难的当中举起圣洁的手，为众人祷告，为这个世界来祷告，为环境来祷告，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来代求，使我们能够透过祷告祈求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带到上帝面前，也把上帝的祝福从天上带到地上来。愿你祝福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